夜嗰日，我會同朋友去尖沙咀欣賞奪目耀眼嘅燈飾。咁依婷你呢？又會唔會想點過啊？我會去北海道同屋企人一齊過一個白色又愉快嘅聖誕。思朗，咁你又點過啊？我會過一個綠色嘅聖誕。吓？唔通你要去非洲嘅森林？梗係唔使啦，我都可以喺香港過一個綠色嘅聖誕。只要我哋喺聖誕節嗰陣時，親手製作聖誕裝飾，自製聖誕禮物送俾朋友，聲衣卡唔送紙做嘅聖誕卡，同埋喺開聖誕 party 嘅時候，先預人數，再準備食物，唔做大嘥鬼。喺進食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自備餐具，唔用即棄嘅餐具。喺送禮物嗰陣時，可以唔用禮物包裝紙。喺聖誕節嘅時候，若果收到一啲唔合用嘅聖誕禮物，可以捐贈俾一啲有需要嘅人，咁就可以過一個又環保又綠色嘅聖誕啦。同學啊，我哋都一齊學習過一個環保又綠色嘅聖誕啦！